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我们在今天的晚上，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神。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者将你手边的电视机或者是收音机，先将它会影响你聚会的邀请你能够一起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一起在预备心，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盼望，是我们生命喜乐的来源。主，你告诉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啊，我们要因着这些话语，要得着我们生命的安慰跟力量。恳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许多生命的挑战，恳求神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让我们心中能够得以坚固。让我们每次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的时候，因你的爱，让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自由，何等的平安。也求主你赐福我们，在今天从你的话语，我们要从敬拜，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我们生命的确据。求神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走到神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迦南美地。再一次将今天晚上恭敬仰望神，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带领我们以下时间的敬拜，全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敬拜。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向神献上感谢，让我们用一颗谦卑的心、恩典的心来向主献上感恩。我献上感谢，因你恩典满溢，谦卑你面前，万事皆属于你。我献上感谢，因征战在于你，只愿不断感谢，定睛仰望你。我献上感谢，我们再次对主说，我献上感谢，因你恩典满溢，谦卑你面前，万事皆属于你。我献上感谢，因征战在于你，只愿不断感谢，定睛仰望你。对我们的主说，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耶稣，赠送你生命，你的慈爱存到永远。我感谢你，耶稣，因你本为神，你的心事直到永远。我献上感谢，我们再次从头来。我献上感谢，因你恩典满溢，谦卑你面前，万事皆属于你。我献上感谢，因征战在于你，只愿不断感谢，定睛仰望你。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耶稣救我们。我感谢你，耶稣，赠送你生命，你的慈爱存到永远。我感谢你。
谢进入他的门，用赞美进入他的院。要以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院，要以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院，要以感谢，要以感谢。感谢他，我感谢你，耶稣，因你本为神，你的心事直到万代，你的心事，你的心事直到万代。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让我们用一颗敞开的心，用感恩的心，时常在你面前献上感谢。我们相信，我们是用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主你面前，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许多时候，我们的心，我们对人，我们对许多事情没有盼望，甚至没有用主的爱，用主的心为心，来爱人，来帮助人，来彼此相待。主啊，恳求神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能力，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有属你，从主你那来的感动。我们需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神的样式，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好叫我们能够因主而得着喜乐的力量，是有见证的，是神所喜悦的。主啊，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跟感谢，愿主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来回应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感谢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有爱有行动的生命。将我们奉献的金钱带到神的教会，是要能够回应神，让神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带给你更多的祝福。也盼望每一个在观看直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感动，能够将你所要奉献的金钱带到你就近的教会，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我心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对主说，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
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让我们一起用奉献宣告的祷告来对我们主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我们下个礼拜是感恩节主日哈，那我们也期盼我们能够预备心，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向主献上感谢。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会做这个圣诞的布置，那我们也期盼每一个如果弟兄姐妹你时间上方便的，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投入布置的活动。那我们在下个礼拜提摩太牧区会举行高雄一日游的活动，那在高雄科公馆中央公园，那共计有22名的孩童还有家长，我们报名参加，也请大家继续为这个活动来祷告，让每一个家长跟孩子在活动当中不仅关系建立，也能够在欣赏大自然当中能够更认识彼此，能够体会到神的爱。那我们下个礼拜华语礼拜暂停一次哈，那我们下主日了哈，应该是下主日，我们是第6次的圣礼典。那我们请大家能够预备心，我们再要做这个洗礼的仪式。我们请大家能够为郭明群弟兄来献上祷告。那求主预备他的心，让我们一起能够跟我们的弟兄主内弟兄能够一起在祷告当中建立神的爱。那我们在12月21号，牧师邀请各位如果你时间上方便，能够一起参与的，在下午2点到5点半。那我们跟在大桥里的联合圣诞市集，那幸福有爱等你来。那邀请各位朋友跟弟兄姐妹，我们邀请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朋友能够一起来参加。那我们在12月22号，我们教会举行圣诞赞美礼拜。我们在主日礼拜当中，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圣诞的主曲音乐。那我们也在会后，我们会一起去报佳音，在我们的左邻右舍能够将圣诞糕分享出去。那告诉他们耶稣的诞生，带来平安与喜乐。那我们在中午的时候，我们教会会做圣诞的爱宴。那我们这次请大家如果你还没有登记的弟兄姐妹朋友，也请你在1楼的招待处能够填写一下你的姓名跟人数。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生命一个成长的一个主题，有关我们生命要成长，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生命的成长不单单只是靠着圣灵祷告，然后我自然就会成长，没有那回事。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工作，虽然那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在感动的人身上，他所拣选的人身上，有预备心的人身上，有信心的人身上，圣灵自然会动工。但是生命的成长对于人来说，实际上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晓得，我们要时常去思考，到底我的生命要成为什么样子的基督徒？你要去想。那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会用一种很多借口啦，说我有去教会啦，我有奉献啦，这样就是基督徒。但实际上并不然。很多时候，如果有些人他是满怀着信心，甚至他有乐观的精神，他会想要去解决很多问题的。但是有些基督徒他会认为说，我不需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自然就会解决了。
好，但实际上呢，5年、10年后到他准备要过往的时候，那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我们要时常去想，到底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想，他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生命的态度，而他的这种态度，他一定会拥有一个迈向成功的，而且会解决问题的，对吗？你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当你因为上帝、因为相信、因为祷告，然后透过很多的行动带来了成就，你会怎么样？你会更相信嘛？好，所以我觉得在信仰里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去拥有真正的恩典所带给我们的平安是什么？而且我们要真正去拥有，当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之后，我这个人的生命有没有力量，有没有盼望？所以牧师一直觉得，我们生命如果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会拥有一个想要完成上帝的心意必须要有的技能啊。什么叫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爱人嘛，对不对？那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人，我们会怕了。那你觉得上帝要给我们的技能是什么？就是要有主动的心，对吧？然后要有什么？要有学习主动开口讲话说平安，好，对不对？所以现在好，邀请你跟你前后左右的朋友，跟他讲说平安，上帝祝福你。对，我觉得牧师好邀请各位做这个动作，其实牧师都在观察你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其实是有改变的哦。好像我看到这个像嘉欣我们的原住民朋友，他刚来教会的时候他应该跟旁边的人讲，他会不好意思，他笑笑的，害羞嘛，对不对？那很正常。可是慢慢你讲久了，你会发现，这很自然。好，你会一开始会觉得尴尬，不好意思。可是慢慢的那个能力，上帝完成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人与人之间彼此保持着一个喜乐的态度。而且我看到你这个礼拜，哇，好久不见，看到你，我觉得很开心。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拥有这种正确的态度。当你拥有这种态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开始领受到上帝所要赐给你的所有资源啊。我从以前牧师不会讲话，我从国中到大学，我很害羞，不好意思跟人家讲话。所以那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要怎么样把这个爱，把上帝的爱，把福音带出去，很困难。好，钟兰会不会？会不会跟人讲话？会不会很害怕？会不会？还好。所以你要好好跟你的朋友、同班同学要怎么样？下次牧师要看到你在教会的时候，是2个人就在聊天哦。好，到目前为止我好像还比较少看到哦。好，所以意思就是什么？很多时候在我们身边，我们好像很熟悉的人，可是实际上我们跟他是没有讲话的，那就代表什么？代表着你还没有那个所谓的要完成上帝心意的技能。上帝的心意的技能是要我们看到人彼此，就是说你这个礼拜好吗？好有什么需要我可以为你祷告吗？那很自然的，不会有所尴尬，不会有所借鉴的，不会。所以我一直在看每一个去到神的教会的人，他的生命的正确的态度会怎么做？去箴言16章3节说：“你所做的要怎么样？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一个乐观的人，上个礼拜牧师讲乐观，对不对？我想要做一个跟我原先的个性不太一样、这种乐观的特质的人，那我就必须要怎么样？交托耶和华上帝。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把你的缺陷交托给神，把你生命的缺陷交托给神。你每一个人都会知道你自己缺乏什么。所以，当你这个缺乏，你要跟神说：“主啊，帮助我。”让我勇敢，让我懂得有一颗温柔的心，让我不用害怕。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你所做的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上帝还是会赐下什么东西给我们？当你拥有完成上帝心意的必须技能的时候，上帝会赐给你资源跟供应。腓立比书4章19节说：“我的神必……”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了。所以，如果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他所要荣耀的生命，我们去走、去学习，
甚至去想我要怎么样成就上帝的心意。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耶稣基督不就是要救我们吗？所以你就学习耶稣嘛，看耶稣怎么做，那你就怎么做。耶稣大胆的在祷告当中去行神迹，你也大胆的怎么样？祷告，为别人的病来祷告医治。好，牧师这个礼拜听到一位姐妹，她过去是一个常常生病，常常跌倒，常常怎样？可是她这个礼拜，她跟我分享见证，她说：“牧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我说：“怎么了？”她说：“我现在牧师，你不用特别为我祷告。我现在我这个礼拜去为那个独居的老人祷告。然后我说：那你怎么祷告？她就说某某某，我可以为你祷告吗？那这个祷告是一种祝福。我发现她讲话的内容，好像突然间她变成是一个牧者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基督耶稣里是会得着救恩的生命，得救的生命是让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使你在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当他去跟别人祝福祷告的时候，别人乐意接受，然后他非常的喜悦，因为他发现原先他的生命是需要别人为他祷告的，可是他已经活过来不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还在单纯为了自己的需要在那边苦恼吗？还是你的生命已经不太一样了？你已经得着上帝他非常丰富的恩典，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这么丰富，好，我要用这些丰富去分享给更多人。而且呢，上帝不仅会给我们资源，上帝还会引导我们和给予我们成就。诗篇37篇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讲得好白呢，可是好像大部分基督徒不见得完全相信。好，我告诉各位，以前我也是啦。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缺乏的时候，通常我们不会想说要交托给上帝啊，因为面对事情还不是我们要面对，对不对？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呀？可是实际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一种全新的相信哦，我们相信上帝会为我们预备跟开道路哦。所以你会发现，当你依靠他的时候，神就会透过不同的人来帮助你。牧师时常讲过，我说我停车从来没有找不到位置的，因为我只有把我的停车交托给上帝。我说主啊，以前我不相信，我只是心里面想想，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你求。当我跟他求之后，我甚至带着同工去探访，去到哪里，我说看一下看哪里有位置哦，然后说祷告啊，要祷告哦，位置就到了，很快，都是这样哦，没有一次遗漏的哦。从我当时候开始改变我的心，交托给神，神真的会引领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些问题、生命的态度跟应许，都一直在引导我们去思考基督徒自身对生命的期许跟生命的成长是应该要有方向的。生命的成长不单单只是你透过祷告说凡事都交给神了，我也不在乎我的生命需要成长到什么阶段。好，你会不会期待你的生命有所成长？会不会？会不会？期待什么？你们期待什么生命成长？钟兰，你期待你的生命什么成长？有没有人可以给牧师一个问题答案？你们的学习，你的生命会希望什么成长？敬语执事，社恐不要那么社恐，不要那么社恐，很简单，先从口罩开始。口罩不容易啦，因为当然你要自己去评估衡量。如果你身体状况真的比较虚弱，环境的话，当然口罩还是戴着。但是其实社恐，我记得刚疫情解封的时候，我记得社恐最严重的是钟南啊，真的哦。当时候我记得我们跟子安，我们就在花了一些时间帮助他，告诉他口罩拿下来，拍照口罩拿下来，唱歌口罩拿下来。他那时候不要，很害羞。现在应该很少再戴了，对不对？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戴，但是至少那个过程已经过了。所以那个部分是什么？我们要主动出击啊！当你主动出击求神帮助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样。
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1章7节说：“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牧师没有打上去。所以圣经里面其实圣经不断在告诉我们，保罗他提醒提摩太同工年轻同工，当上帝赐给我们能力要去做传福音也好，带领人也好，我们要害怕的是什么？我们要害怕是魔鬼的伎俩。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样在我们的软弱，包含生命所无法完成的、无法成长的部分，我们要交托给神。所以不能够把这些问题一直放在你的生命里头，因为当这些东西一直放在你的生命里头，你会发现你永远踏不出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马太福音28章20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注意哦，上帝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一个条件呢，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明明牧师也教导你们遵守，可是你们却不愿意去这么遵守的时候，那上帝会不会与我们同在？与你们同在？就比较难了，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觉得很惶恐，你会觉得过的生活会害怕嘛？你害怕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吗？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那是符合逻辑的。当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照着神所教导我们，按照他所吩咐我们的，靠主、依靠上帝、交托上帝、依靠他，他就必成全。相信他。所以你刚刚讲的社恐，对不对？好，小心哦，社恐就是疫情过后，这个是魔鬼撒旦最爱的。它很简单，透过一个病毒，就害了全世界很多人，对不对？很简单啊。可是上帝有没有给我们救恩？上帝把我们的生命留下来了。当我们要身体要怎么样保护自己，要吃得健康，对不对？生活作息要健康，好，心情要不要健康？也要健康，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必须在我们生命遇到失败、困难的经历当中。所以你现在有失败、有经历，不要害怕，你也不要觉得很羞愧，不需要，因为这些都是上帝要透过这些事情帮助你，让你明白你必须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去努力的去改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耶稣路加福音第9章第23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左手边。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了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段圣经在耶稣与门徒对话当中，耶稣他预表他自己即将要受苦死亡，而他借着这个告诫每一个门徒或者是跟随他的人，真正的门徒做一个门徒的道路啦，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啦。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晓得跟随主的脚步，神会赐给我们这一些感觉不错。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要付上背起十字架是舍己的道路来跟从耶稣的时候，那么我们必须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必须要付上生命的代价。24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会怎么样？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所以付上代价，却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到底我们的生命所需付上的代价，在圣经里面他教导我们该怎么做。从23节到27节当中，非常清楚的表明，成长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与跟随主的道路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当你跟随主，就是你的生命就必须要学习怎么样，要服侍人，要服侍神。绝对不是单纯你来教会参加聚会就 OK 了，也不是单纯你来教会钱拿出来奉献出去就好了。所以每一个人，人与人之间就必须要付上代价去关心人。
去了解人生命的感受，甚至跟你的家人、跟你身边的朋友，你遇到的每一个人，你都要时常去想到神要你做什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真正的生命的成长，不单单是追求外在的成就跟舒适的生活，而是要每天背起十字架的决心啊。所以，牧师一直在想，假如每一个人都能够凝聚在这个共识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聚会不一样，我们小组聚会就会不一样，我们参加礼拜也会不一样，每一个礼拜我们侍奉神也会不一样。以前过去我们侍奉神，可能就是我来做我的工作，然后就做我的事情，然后做完了就怎么样？主啊，感谢主，我今天把我该做的做完了。好啊，牧师，我把我该做的做完了。可是你跟人的关系没有改变，你跟人的关系，你也从来眼睛都不会对焦，看到人多看两三秒，然后问候一下，关心他一下，都没有。我告诉你，很多时候这就先跟我们刚刚同工所讲的社恐。我告诉你这个社恐影响基督徒的生命很大对不对？所以，假如说当牧师讲到说我们必须要跟人的关系要如此来建立的时候，我们却因为社恐而不敢跟人接触的时候，那你觉得你有办法在短时间把主的爱传出去吗？那如果没有办法短时间把神的爱传出去的话，那就变成长时间你才有办法把主的爱分享出去。那就代表什么？那就代表你亏欠了神的荣耀，因为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予了你那么多的爱，让你看见你的生命是得着救恩的、祝福的。可是我们却用这样的生命在面对人、面对上帝、面对主所要我们做的工作。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每一天的生活好好努力，每一天的生活要好好努力，功课好好努力，要珍惜你的时间，不要浪费时间。跟你的家人，跟你所要做的工作的同仁同事，要好好建立关系。在团契、在小组里面，与人的关系你要好好的珍惜，因为当你跟小组员一起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多么的美好。所以不管这个人如何，他的行为如何，我相信你有这种心，你会发现，哇，每一个礼拜都有好多工作想要跟他聊我甚至想要教导他，你会有很多事情会想要帮助他，就如同我刚刚讲的马太福音28章，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会发现你有很多事情想要教这一个人，帮助他。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在一起聚会你可以办很多活动，你可以庆生，你可以一起吃饭，你可以聊天，但是绝对不能够没有什么，没有讲福音不能够没有带人每一个礼拜，牧师很期盼我们的小组要开始设定目标。你有没有朋友？你没有朋友工作的时候没有朋友，有吧？有那个客户吧？好，对不对？哪一间客户你知道吧？会计还是谁你做的工作一定有没有认识主的人？你是学生，你一定有同学吧？对不对？那你要设定目标，我这个礼拜每一个小组每一个礼拜聚会都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名单列出来，我的朋友，好像子安还有带俊明，有没有？那俊明我们就要为他的生命我们所谓的提名代祷，就是为他的生命得救来祷告。所以小组或者是团契，或者是当我们2、3人聚集在一起，不是单纯就是说你过了好不？你吃了好不？这些都太过于片面的了，太过于平常，每一个人不信主的人都可以做了。但是我觉得基督徒既然在一起，一定要做一些神所要我们做的工作，就是生命成长之后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教导我们，当我们考虑生命成长的时候，在这世俗的社会当中，与其我们在谈论个人的成就、财富、社会地位，
但是耶稣所说的成长跟成功有着不同的概念，它不在外在的荣耀，而是在内在灵性的成熟啊。所以耶稣的话提醒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就必须要愿意抛开自己的自私，甚至脱离舒适圈。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耶稣牧师给你的要求，不要害怕。来跟他说一下，牧师给我的要求，不要害怕。好，牧师的很多要求，但是这些要求不是不是说你不好，而是期盼每一个信徒，我们能够对焦在神所要我们做的工作上面。如果我们脱离了神所要我们做的工作，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在那个叫台语叫做扛占土地了。扛占土地的是说，我在这个地方，这不是你的区域。哦，就像狗哦，它会怎么样？它会尿尿一个地方，这是我的地盘哦，哦，然后不能靠近我。但是我觉得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基督徒是当我看到你，我的生命就我会想要跟你一起。到底你是怎么认识神的？所以牧师昨天在看到我们的小组里面哈，有一位姐妹，我感谢主，这个姐妹她已经不再会找牧师了，不是说她不想找牧师，而是她发现她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去交往，可以去认识。可是牧师也在看，当我们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带她祷告？当我们听她讲完她的故事，我们会不会为她祷告？甚至说告诉她，祷告会为她带来什么帮助？我觉得基督徒要去面对我们的信仰生命里面的本质的问题，而不单单只是跟他聊天了。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在讲生命的成长。第一个，他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容易获得的舒适上面的地方，而是在困境当中发现信仰的深度。好，第二个，他是在舍己的生命当中去找到上帝父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知道，当我们走在这一条道路，好像很多痛苦，好像很多难处，但是你会发现，当我必须要付上代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难处都不是问题了。你会觉得说，还好，谢谢牧师你告诉我。所以我昨天不小心把我的儿子在惩罚的时候把他打得比较重一点，然后就受伤。受伤的时候，我也在主人面前说：“主啊，怜悯我。”可是我又想到圣经里面说，如果这个杖打孩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因为我的孩子他突然间那个行为像真的极似魔鬼的那种行为反应，在面对自己的父亲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教不行但是在教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弟兄姐妹告诉我说：“牧师，你这样教不行啊。”可是我想到说不对，如果我没有打他的时候，我觉得未来我看到现在很多社会里面有很多家里面的孩子，他对父母亲没有孝顺，他不会感恩，而爸爸妈妈还是一样把他当作孩子，因为他一样是他的孩子，照顾他，可是他的孩子不会感谢家长，也不会说每一个月拿多少钱给爸爸妈妈，都不会。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在他小时候做错事情，在他小时候需要改变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没有去做善尽教导的责任。所以在这当中，我觉得很重要，要付上代价。生命的成长不在于逃避挑战，而是在于勇敢的面对舍己，而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供应跟带领。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勇气去面对我们生命想要成长的那个区块，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好，为什么还有这个？记得我好像没有放这些。子安是不是没有同步到？是吗？好，那我们从今天经文教导我们生命成长所需要付上的代价，第一个就是要渴望成长，乐意付上所需的改变。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想要改变我们知道这个礼拜是包含今天现在台湾在跟日本打，那这个礼拜很奇妙。
在那当中我们胜了韩国之后呢，就韩国很多全世界的媒体，包含韩国很多人都在看，韩国会输台湾呢。过去韩国他们都是派2流的球队的队员来跟台湾打，台湾还是输了。所以这一次不一样台湾把韩国打得好几分，赢好几分。那他们有很多民怨都在讨论不能只回忆过去的辉煌在告诉韩国这些球员而且要学习台湾一样，要做出新的改变，才能有更好的未来了。那我就在想我们生命的成长你会不会渴望成长？如果你不渴望成长大概就如此了，懂我意思吗？重来，打鼓如果你不会渴望好好练习即使你说你想要成长，可是你就是不练习你就会怎么样？你的能力大概就是这样。好，这样懂我意思当你渴望成长、进步、改变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付上所需改变的代价。所以，如果我是一个鼓手，我是一个贝斯手，我是一个乐器的服侍者，我就要去研究、去探讨，到底我所学的内容上面该怎么去改变。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主日学老师，我是一个招待，我是一个服侍者，我就要去改变，我就要告诉自己，我要去学习，我要付上代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要好好为台湾祷告。我觉得台湾上帝真的在带领台湾，在迈向全世界，让很多人看见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在生命当中的历程被教导什么？教导神的拣选，而我们都领受救恩得救，而生命的丰盛我们也知道。可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结果实啊？有没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你每天都在看有没有你有没有看我的生命有没有结果实啊？我现在有在看看我有没有做一个更好的一个爸爸。在我的孩子面前，结果你知道吗？昨天很有趣，我们小朋友雨恩穆恩应该是穆恩，他说我第一个我最爱的是我妈妈，第二个是吴乔恩，第三个吴泽恩。然后我心里面想为什么没有至少第3个也要我因为我们现在吴乔恩很可爱，结果我女儿还第3个还没有我，第4个他讲到第4个，我说不对，我重来，还要说妈妈，第2个吴乔恩弟弟，第3个爸爸。我说终于有我了。其实我就在觉得说，我做爸爸到底在孩子的面前有没有好的果实？到底有没有扮演好做爸爸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做儿女的，做家人的，我们有没有在信仰上，在生命里面的互动上面，我们有没有就像结果实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个礼拜牧师也是帮助一位国中生，就是面对这个问题，生命只要一改变了就会带来成长，而且关系就会改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要渴望生命成长，真的会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到一个全新改变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教导我们有关建立自我信心的方法。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跟撒拉有没有？亚伯拉罕他年老，对不对？无法生育但是天使告诉他们说撒拉会怀孕撒拉他就在帐篷里面还偷笑，怎么可能呢？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可是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耶和华难道有难成的事吗？哇！当时候撒拉后来有没有生？他生了谁？以撒，成为上帝应许的成就不是吗？所以我们所做的，我们信主的人生命的成就是什么？其实我们的成就是不是在成就上帝的心意所以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因为生命改变成长而带来上帝喜悦的成就，那我觉得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不是不虚此行，你是什么？你是浪费一生。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
故事告诉我们要有信心啊，在神的面前要对主有信心啊。好，第二个，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对不对？逃离埃及的时候，有没有后面有埃及的追兵追赶？好，前面红海挡住，陷入绝望，我怎么办？后面有追兵，前面是海，怎么办？祷告。摩西对百姓说什么？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我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是什么。哇，红海就开了。大卫打败歌利亚，也是一样。大卫相信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上帝的能力。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是我来攻击你。”结果他有没有把这个巨人打倒？歌利亚在当时候是一个非常阿拔的，当时候的民族里面，他们觉得这个族群，非利士人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军队，所以每一个人都非常壮大。可是人会害怕，可是只要依靠神，什么都不用怕。五饼二鱼有没有？牧师讲的这些故事，都是在谈论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要活出信心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成长，也要付上代价。付上什么代价？你必须要预备好你的信心，你的言行举止要表现出信心。所以牧师时常会讲，年轻人，我们去到教会遇到人要怎么样？打招呼嘛。打招呼就是一个言行举止表现信心的开始啊。好，所以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都会说平安对不对？可是我们好像很少会去说上帝的能力好，会不会？你今天平安，你会不会说感谢主，我今天真的是上帝好奇妙？会不会？我们好像比较少，大部分都自己放在祷告中但是我们不常去讲。马太福音第5章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对主的信心应该要反映在言行举止行动上面，让人从我们的生命中看见上帝的光跟力量。诗篇71篇15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知道其中的数目。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口是要述说上帝的公义跟救恩可是我们的口大部分都是公狗戏杀他追了，讲八卦，讲其他人谁怎么了谁怎么了圣经里面讲说，当我们讲上帝的公义跟救恩，是到那一种我不知道其中的数目代表是很多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单要提说你的公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跟你前后左右的人说，讲主的能力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好，我们去诉说神的能力行在我们身上，或行在别人的身上，不用怕，真的不用怕。牧师时常一直在生活当中，都一直在体会神是如此何等奇妙的安排。所以就算我们一个东西遗落在很远的地方，我也带着原住民朋友隔天又去拿这些东西的时候，都很奇妙。而且我们找到的时候觉得哇，太奇妙了，上帝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Merci, bienvenue à tous et bienvenue à Lyon. 2024年9月，地点法国里昂，总计69个国家1400名选手全都涌入这个国际技能竞赛的最高殿堂。台湾人称它叫技职奥运。在这些大多21岁以下的选手中，目标只有一个，争夺世界金牌。因此，请注意看眼前这些人，他们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的职人之神。The gold medal goes to Yunrong Tsai from Chinese Taipei. 这个兴奋到连手机调出来都没发现的男孩只有17岁，他叫蔡云龙，是所有国手中年纪最轻的，但在家具木工界他是世界第一。
拿下技职奥运金牌之前，他在台湾有个称号叫木工神童。蔡云荣用他沉稳的双手夺得世界第一的木工荣耀。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机会能在国庆被总统点名？当时这位17岁的年轻人，所有人都在问他是谁。然而，这位所谓的神童，其实有整整4年，每一天都在这间木工工厂待满超过12个小时。在这里，他没有寒暑假，从国1到高2，总计将近17520个小时都站着做一样动作。蔡云龙的人生在那个最应该被挥洒的岁月中，全给了木头。尤其身处在升学主义挂帅的现在，换作是你怎么看，都是一场极大的赌注。学校请公假请到很多节，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没有接触到这个职业，没有接触到木工，你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会算迷惘吧。就不知道自己可能要干嘛这样。在这场木工国际赛，总共要历经22个小时，每2个小时只休息15分钟。哪怕你有一点闪失，一个晃神，都足以让你丢掉比赛。能拿下世界第一，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根本办不到。裁判在看的时候，他会看哪些部位？哪些部位是重要关键？就是看门片，他会看缝隙有没有均匀，然后你的尺寸有没有准确，还有这个拼花，它拼花这个点要接到它门片的这个尖点。其实练到后面都会，因为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就会练到很不想练，就想说啊，大家都在，就可能同才都在外面玩。当初进来那时候国1升国2的时候，目标就是当国手，然后就觉得说不能对不起当初的自己。世上技职奥运成立于1950年，它是一个拥有近80个会员国，涵盖全球超过70%人口，有着奥林匹克之称的最大技术赛事。在1970年，台湾开始组队参加，最近的10年内，奖牌数从未低于30面，甚至碾压德国、美国，排进全球前5大技职强国。但重点是，得牌的背后，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木工神童17岁蔡云荣，他花4年，整整4年，每天都在工厂里面待满12个小时。他那一双沉稳的双手，就是得着木工的荣耀。那我在想，基督徒的成长的生命，有没有时常把主的话语，有没有时常透过祷告，花时间去得着能力？去面对他的生命，而让他的生命也能够不仅自己的生命得到成长，还祝福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来怎么样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个木工神童，他国1到高2啊，钟冉，你现在几年级了？国3了。我看完我都觉得哇，国中好像也都没有这样，都一直在读书，很多能力。可是他花了整整17520个小时做一样的工作，这是一种赌注啊。他说什么？有人问他说：“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工作，你会做什么？”他说：“可能会迷惘吧。”基督徒不就是这样吗？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好像都时常在迷惘，问题都没办法解决，然后最后就来找牧师，牧师你为我祷告，然后就来告诉你来为我祷告，因为他不会祷告。因为我们的信徒不知道神的话语，甚至不知道透过祷告来经历生命应该改变的能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他最后他说得奖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是这个蔡云龙这个学生，他背后的信心是忠心，怎么样在他所应该做的事情上面把它做好。他说他如果不做，他怎么对得起当时候的自己？那我就要问，我们如何信徒在这世上，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得着这些恩典，我们何等何能够忠心的告诉主说：“主啊，我能够被主你所得到你的奖赏啊。”当每一次牧师要求你这个做不太够哦，
我们就痛苦啊，对不对？我已经尽力了，我告诉你不够。我对我的要求，牧师对我自己在服事的道路上，我都告诉自己，只要我见主面以前，没有一天是充足，不是足够的。我都告诉自己，我做的还不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忠心侍奉神，要爱在那最微小的人身上，将福音传递出去，为主做见证。这就是我们对主忠心的侍奉。而信靠神，我们不受迷惘的方法，就是一直亲近神，甚至呢培养出好的生命体质。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耶稣在这世上他的生命他不断的去经历上帝所给他的父亲约瑟，对不对？约瑟是做什么的？木工啊。我相信他小时候从他的父亲生命当中雕塑那个生命的技巧跟方法，而帮助他在传道3年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技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上帝给我们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从神的话语得着那生命的成长的功课。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学习在生命当中能够不断的来追随主。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所应该付上的代价，是从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爱恩典，为我们所预备的人生。我们要学习感谢赞美主你的奇妙恩典。我们更需要付上我们生命的代价，让我们能够实际的去带领人，去为许多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教导他们，陪伴他们，让他们明白在生命当中所应当学习主的样式。主你教导我们，要我们你所教导我们吩咐我们的，去教导他们学习来遵守。主你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求主你将这份恩典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一同领受生命所必须付上生命代价的责任，让我们的生命不是辜负你的拣选跟救恩，乃是从主你的恩典当中得着更丰盛的祝福。愿主你复兴你的教会，拣选你的百姓，让我们每一个人对焦在主你的话语里面，时常透过祷告，时常透过带领人传递美好的福音，将那最好的恩典分享出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愿主你赐平安与喜乐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上帝美好的祝福平安。好，今天。